好咁啊，又講賽馬咁啊，第三場啊，4班1200米草地咁啊，C+3由 C+3，唔係啊嘛？睇錯咧，有冇搞錯咧？好，唔好理佢啦。咁就揀咩馬？揀6號。咁咧就跑咗個第二，咁啊專跑 C+3嗰啲嘅馬，好鬼差嘅。咁喺161場次，今季嘅161場次，睇下個速度點樣啊！咁啊小魔怪嘅速度咧，係喺呢個速度環越系統裏面咧係最快嘅，喺23秒樓下嘅。咁啊一隻係應該要追嘅馬嚟嘅 ，OK， 冇其他 query 啊，冇噶啦，即係唔會有話咩特別嘅情況出現嘅，冇。因為一定要追啊！呢啲馬，即係嗰個環越系統太快嘅，就23秒樓下。咁啊，睇馬會個網頁啦，咁樣。嗱咁啊，馬會個網頁咧就係一隻新馬嚟嘅。咁啊，9月28號跑第4，一開波就跑第4。咁啊，配種方面一定係早熟嘅，啊，如無意外應該早熟嘅，咁啊冇寫到早熟呢個字眼。啊，睇翻佢老豆啦，早熟，咁啊兩性馬嚟嘅，咁啊4歲已經開始配種㗎啦，即係一定係早熟啦。佢2012年咧就出世，2016年就配種，佢4歲已經係可以贏到1級賽啊，所以呢隻係早熟馬嚟嘅。OK， 早熟係嚟嘅，佢冇寫到啫。咁佢嘅配種係Street Cry 啦，即係我通常叫街貓嘅呢隻，同埋呢個沙井嘅咁樣啊。呢個好一個傳統嘅配種嚟嘅。咁啊，上次161場次咧，小魔怪以極速嘅時間嘅爆冷嘅形式24倍，由呢個周俊樂騎嘅。咁啊，今次咧就小魔怪咧又係周俊樂騎嘅。咁啊，個賠率會唔會10倍樓下咧？應該會10倍樓下嘅，因為跑咗個第2啊嘛，以極速嘅時間跑第2啊嘛。咁好啦，睇下佢小魔怪12號咁啊，由後上嘅喎，呢隻嘢好犀利啊！就14檔啊！好14檔，即係貼住條欄啫。咁啊，貼住呢片條欄咯。咁啊，呢隻小魔怪應該得嘅，不過揾唔揾到位咧嚇？揾唔揾到位咧？揾唔揾到位咧？後面啊！咁啊，貼住條欄揾唔揾到位咧？佢或者佢下次咧，佢唔會貼住條欄嘅，可能會跑前少少，因為佢會進步噶嘛。跑咗一次之後，未必會喺後面嘅，可能前少少嘅。咁啊，可能係因為個貼住條欄嘅關係啦，好容易揾位嘅關係啦。周俊樂又跑到個第2啦。咁啊，12號啊，咁啊貼住嚟，而家先開始發力啦。咦？呢個周俊樂開始發力，哇，幾好啊，幾好啊，唔錯，速度幾快。咁啊，再睇下12號，咁啊，再睇一次啦，佢。勇士咧，在數入邊咧，福進上緊嚟啦，中檔位置。佢好嘢喎，14檔移咗去中檔跑喎，真係啊！周俊樂真係好嘢，真係揾位揾到去中檔嗰度，要跑啊！呢隻嘢好嘢，短途。呢隻馬咧就因為個速度幾好，幾啱 key 啦，咁樣睇下佢會唔會繼續爆冷啦？因為始終周俊樂咧都係一隻即係賠率上咧應該有俾你嘅，應該唔會話太熱嘅呢隻馬。